这个全台湾56间的医疗院所早起8点，由台北市双和病院的院长吴美书来自第一社。甲做其他预防社无共款的是，做完这个 AZ 疫苗了后，医护人员拢爱强制休困半点钟，来观察看是毋是有急性不良的反应。都护理师讲，心情也是真紧张，都惊有副作用。也毋过紧张归紧张，身为第一线医护人员，为着病人甲家己的健康，也是选择爱来做这个预防社。做这针 AZ 疫苗，透早8点，双和病院院长吴麦斯变做全台湾第一位做 AZ 疫苗的医护人员。没感觉，完全没感觉。其实这本来就是打疫苗，本来就是我们从小就打到大的。虽然院长真平静，不过注射进前院长的血压飙到170，但到刚登去正常打才顺利注射。包含确诊者接触过的护理师嘛，伫第一批注射的名单当中，敢会烦恼出现副作用？其实会，因为3种厂牌好像都有它的副作用的存在，照顾病人的因素上，觉得是希望透过这个疫苗能够加强自己身体的部分。今天来看到双和医院呢，施打这个阿斯特捷利康 AZ 疫苗的动线，医护人员在填写完接种意愿书之后，在这边进行问诊，包括今天有没有不舒服，还有今天血压等等的状况。接下来呢，就进到接种区准备开始施打。包括双和病院在内，全台湾56间病院3月22日开始做 AZ 疫苗，医护注射了，拢爱休困观察至少半点钟。以前的疫苗是并没有这个机制，就打完就离开了。那我们这次是特别要休息30分钟，看有没有急性的不良反应。原则上，医护也是有权利选择敢要做疫苗。117,000剂 AZ 疫苗开始注射，嘛希望做过社的医护人员做工课，会使为防疫带来更较侪信心。